正當基督宗教最重要嘅一個星期嘅到嚟，基督喺耶路撒冷受難嘅地方，今年唔能夠再到訪。隨住衝突升級，尤其係以色列同伊朗之間，伊朗導彈嘅碎片落入咗耶路撒冷舊城。為咗安全起見，以色列當局下令關閉咗區內嘅宗教聖地。喺呢個特殊同極度不幸嘅狀況下，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皮扎巴拉樞機喺一份聲明中講明咗今年聖週活動將會點樣進行。從橄欖山到耶路撒冷，傳統嘅聖枝主日巡遊將會取消，取而代之嘅係為耶路撒冷祈禱，地點有待確定。聖尤尼撒就會押後舉行，日期同樣有待確定，直至情況允許為止，可能會喺復活節期間舉行。書記亦都表示，雖然原定嘅活動未能按時舉行，為所有信友同無法前往聖地朝聖嘅人，祈禱先至係主要嘅核心。呢個亦都影響咗生活喺當地嘅基督徒。朝聖活動為好多基督徒帶嚟咗就業機會，有好多家庭有咗朝聖者帶嚟嘅職位，先至能夠過有尊嚴嘅生活。書記呼籲喺3月28號為和平祈禱，希望和平真係早日降臨到呢一片基督徒相信係基督降生、受難同復活嘅土地上。